小一个实地来着，糊涂郎一夜天分困扰。为啥么说你兄弟这个家乡不知为之啥个事体呀？大吵大闹，所以一早起来就预备到俺们里去。啥天没要弄个兄弟偷出来，好兄弟你啥叫你啊？爷娘死得早呀！爷娘死下来，不有啥家当传下来，谁让弟兄道里个的古人啊？啥的说你夜里向一夜天不走啊？跟我回出去，跟着挖狗走去呀！偷还要弄个兄弟偷出来。对鸡高浪向一天，正夜想出门。大啦，哟，大嫂啊！哪里去呀？哦，这个出去买手饼做生意呀。为啥呢？啊，不许在俺们里偷多兄弟走。也得啥家？你不去偷，你自家走。我孙女俩以前是讲对的哈。假使你不肯走，你硬劲去偷，你谁家进来，我后家出去。我问你啊，你是要兄弟，还是要多高兴？大嫂，你那困子一夜天了，你后去还分退了呢？我谁该是俺一个好兄弟呀，大嫂啊！老你个脾气呀，我晓得的。我不去偷，你是不会做的。哦，今朝就算我去偷，你不是也会做嘞，大嫂啊！娘，你别做孩子哇！俺是啥人啊？哥哥，夫人回来了。好兄弟的声音哇！大嫂，你听见讲，我分析头啊，好兄弟你自家追的，搞我啥子？这是个声音哇！眼睛哒蹦到驴了，驴窗户打开，对着我的一口，哎呀，手头簌簌走着。糊涂老爷进过来，手起门开门，好兄弟啊，快点进来，老爷进来吧。好。扶送打到里向，后头跟下一个土兵，水里向插下一道地盘来。土兵到里向，小菜台子上摆一摆么，土兵让你洗白。个糊涂老爷看么，不对，好兄弟呀，哥哥，你傻了你啊！说你夜里向么一夜天不走，今朝跑得来么，啥个弄地追了踩了，还是算说你得罪子大手了，今朝来等你阿哥娃说赔不是啊？你都糊涂，你都糊涂我呢！哥哥，不是的啊！向小弟说着道德不雅，老爷吩咐有紧要的公事要我立即动身。各位兄弟道德之间，与哥哥告不别。你有公事要出门噻？是啊，哪个巧你？说你知道说啥之间个理。哦，今朝么有公事要出门噻？还是真的讲我个好兄弟呀？真的是。么难道罗大家？小弟去往东京。东京是有关，我不说的，跟我个好兄弟呀。哥哥，嫂嫂你大嫂，吕郎，请他下来来。叫你下来啊？是啊。哦，我不说的你好兄弟亲。大嫂哎！有什么啦？好兄弟呀，叫你下来。哦，叔叔，来，潘经理打我的啊，叔叔，所以叔叔一向为贵，害得女婿日益肥美。今日的我才说，大啦，快去到衙门之中，将你家兄弟请回来。你看他呀，做什么就是来偷偷的。但是女婿乃是女人，又不能亲自到衙门之中相亲，想谁见叔叔回来没？真是天地呀！大啦，啊，你是哭什么？没得，
好兄弟啊，刚刚门都设了，等我睡呀，叫我到外门来偷奶子呀。大师啊，对个。杨大郎，啊，这这菜哪里来的？好兄弟一起弄得来的哟。哎，做什么啦？都是自己人，还摆什么后期菜后期菜，用不着的用不着的呀！大少啊，这个不是后期菜后期菜，不是的。好兄弟呀，有公事要出门在。叔叔当知，这是哪里去呀？东进东进。听见的搿句闲话嘛，一上是抬头举插句。昨日刚刚出来夜醉，而且吃油门打东京。哎呀，这晓得是俺们昨日子打的围路靠后，我随时都遇惯，这越想越窝塞。啊，既然叔叔要出门，那有啥门请客之礼？大郎啊，说到外边买水好嘴好菜，今日里吃奴的吃奴的。哎，嫂嫂算得了，勾勾牵手。好兄弟，哥们，你还熟啊？大师啊，你熟来吧。打，只有浪向打了沙漏300岁，杯子一怒，勾勾，风儿连营之时，尽这一杯，勾勾情感。这次话够难吃的喽。老弟啊，勾勾，这趟出门嘛，也要几时走家？风儿谁要回来？谁要出门到底几时走家？冬至2月，少则50天。啥？要2个月走的啦。可是你今年个年夜饭也不得了我的就是我不说这个，我个好兄弟呀、大浪问题雷铃勾勾情感。一日也是不能疼。我们弟兄哦，自小都好木，一女高的送为人，随着自己心根深。宽比送风，否都是这么是分离，离罪到东京，我舍不得你，有道不是追风哦。神，好兄弟呀、勾勾，你还晓得这2日啥个日子？昨日冬至呀，马上就要过年节，过年出门人有的不得，才要回转来，到屋里向人团团圆圆。搿哪你冬至俺们里向偷兵多对了呢？你要像充军那个充出去个的呢？老二啊！你听听看，外头啥个声音啊？哒哒哧哒哧哒哧哒呱，哒哒哧哒哧哒哧哒呱。听那隐隐耳部，敲锣鼓
孩儿闹盈盈，被人家问问怒怒都心诚，你冷冷清清只有门。走一林书心一狗，我想上那兄弟，可是生兄弟啊，哥哥，你好福气噶老你呀！这个哪还福气呢？哥哥啊，小弟应允了。那么老你呀，你当时光你可以回对话，你可以的故事话，你是老呀，我是有气的，都是我屋里下个啊兄弟嘞，不肯让我去，你汉子本人去吧，你推了我身老汉子，你啥个凶猴子要分你的呀？我哥哥啊，你可知晓这是叫冠冕难为？啥叫啥冠冕难为家？老爷的吩咐，小弟是不能违要的。我说过当时俺们里向土兵都的了，官讲的说你必要听的。是啊，嘿，好兄弟呀、早晓得在俺们那公司非要当的，不爱讲，不当公司我不啥讲。这外国人马上我几家人分量会对得起，我都做2个兵配，我来养我那好子。你去回对头了呀！你是公司不当的，东就马不起的，好兄弟啊！你去回对老弟，你去回对，好兄弟呀！哥，傅松听得该打么不来事，比你家当后英雄听得该打，跟眼里还要厚了眼当里。你听阿哥讲啥么子？为子不让弟兄分离成有几高了，叫多卡的分量，多做2道兵力来养我啊！阿哥们的啥喝被醉了，一口分吃，跟眼里滴来哒啦滴下来，搿点嘴都要吐出来子。但是我今朝只能有意不为讲脱2句，一切只好拿阿哥自家当心。哥哥，好兄弟呀！小弟去了之后，你不要到机上没兵了。老你哪是呢？这是我哥，你哪想着吃个叫你呀？大身边摸出来2两银子，哥哥还是2文银收下了。我不要给，我不要给，你拿出去，我不要给。哥哥收下了，我不要，不还会有实话。爷，我那什么子老你呀？哥哥啊，我这之后，即便这个王婆，不要他上门了。老你呀，你搿句说也是错着喂，老个喂，金乡邻人亲眷，乡邻来要敬重的，亲眷来要欢迎。天高边个乡邻啊，啥地方来去啊？是不过去个呀，我个好兄弟呀！哥哥啊，因为我儿任意帮扶，这王婆不是好人。外遇啊，这怎么与我点头了？隔壁那个通茶馆的个正门顶他。是啊，老你呀，顶他之门，下趟跑事不必动着玩。阿哥啊，你那到现在为啥他跑事了呢？你也晓得讲叫自个是正门不顶头，黄埔军拿来，查看扎塞历史，各路两个的跑头有数，谁好到你屋里向登堂实实，你也晓得你屋里个高手啥个行为呀？哥哥，顶头了。是，晓得的老你呀。我个说你听不进门，你好兄弟个说，这话个总归听我，什么人我个好兄弟呀？外遇啊，哥哥，你倘若遇事要外出，哎，要避后人。
理。老人你呢？已经这讲闲话，我才听不懂。这个御史既要出去嘛，门乖乖上来，做事里子嘛要忽悠了。啥个意思讲？这位嫂嫂，长得太好看，哪里要？个潘经理气哦！你到弟兄辣讲讲，你5不事体，等了半边辣做真心生活。听见弟兄依稀的略带有点爱口音言，弟兄的感情实在是好。嘿，这场扶松一开口，马上皮带两样。李郎讲说，这位嫂嫂长得太好看着，好啊，好看呢哈，好看犯法啊！嫂子心了恨不得啷一句台子对个，你都嫂嫂是好看，为此好看，现在辰光了有名。别个江州再一想，现在里头弟兄来让讲讲，我错出去，但是我寻事啊。总而言之一句闲话，这昨日子大大的围路卡好么？我越想越饿了。硬劲我个点好，哎呀，这大分听见神语来让做真心。怀玉哥哥，父孩追了之后，家中之事你要忍耐3分。倘若有人笑你、骂你、追你，甚至于要打你呀，你要忍气吞声。哥哥，纵使与我这个兄弟在此，绝不会让你狗狗受亏。要是遇什么事情，待等我儿东京回来，俺扶送于狗狗，出去。好兄弟，你啥了你啊？我老九分吃后期能个都着你啊！扶送俺啥怪到潘经理的边上下做真事，求之夺人，沙沙拉拉不良句闲话不灵，打杯子一挪。嫂嫂，哎呀，个潘经理分旁边个呀，不你王郎一啥人心忙真天头子，一西瓜血出来的呀！当了点上来，王郎三发哈哈就喊上，吓得人家一天的了。都真心忙正半边一方，叔叔，嫂嫂，叔叔，父儿敬醉一杯，嫂嫂请。吃不来的。哼，说是围楼靠后，哼，与嫂嫂交狗粮，哪里要？别一直喝后腿些。昨日子大大的围楼靠后的辰光，已经割够2子，有打狠了海话哈。吃，父亲带出去离谱啊！打，嘴巴拿起来，给粮。嫂嫂，我这只后家中之事要劳为你嫂嫂。像你出门的家中之事们，都是女婿安排的。怀玉，我的狗狗要托嫂嫂照顾我学习。这个算什么啦？你家狗狗又不是3岁的孩童了，这边个人长得好的。哎，嫂嫂，我的狗狗虽然身材矮小，不过它是个好人、中年人、老实人，上一道身手被人吃，马手被人骑。偶尔是什么生肉被人吃，马肉被人骑？你家狗狗是食吃好吃的么？以你这样一位大后英勇的兄弟，与哪一个三头六臂该欺负他呀？真的是，嫂嫂，与我这个兄弟在此，哪一个敢欺负于他？但是父孩追了之后，哼，这道内事，嫂嫂啊，总之夫妻之间应当后后默默，上一道家后非日新。要是我家狗狗有什么得罪之事，得等我儿东京回来，按父孩与嫂嫂背水。是什么公狗得罪兄弟回来背水？我兄弟是此么？我也不是泼妇啦！大郎，你是此阿姐，难道是我潘经理将你吃下的么？嫂嫂，你老求不是。要是你嫂嫂说的围楼靠后，因为斗争，俺父儿今日怎会得罪你嫂嫂？这绝无分两兄长，那么个潘经理恼水深了。哎，妇儿，是什么李老求不认？大郎，
我潘经理交代你们夫家做了哪一桩没理出的事情么？送之一句，否还东京卫来加送并非否是道义罢了，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嫂嫂啊嫂嫂，俺父送生的你嫂嫂，俺父还的就得不生生你嫂嫂。你看你家兄弟呀，他在金阳岗大后卫不肯回府，只是大连家中的为了欺负死去人。你啥就是干你呢？好啦，啊，我瓜啥？说啥？不追问。哦，凤儿，你在吃什么？你非是做大人才，难道你兄弟里俺当你阿哥啦？假使当你阿哥，今朝你不会这样对我个婶婶？啥叫婶婶？啥叫婶婶？阿哥个瓜吃不？谁叫婶婶？啊！我一生你看搿只头面面孔人，最精后气，最吃白粥，一面孔打蓝后英勇，两面孔杨过又多头。那哈，我周子多头不得了咋？周子多头，阿里的人头都不认得哈。不要别讲，谁讲搿个一双手势？第一大队到你这来，在我门前坐在我海上，嫂嫂，搿双手势么喏，听上去甜津津滋润个样。然后今朝你马上就要出油门子，出来就应当咔咔气气。你那哈，刚刚你听见三对之后，婶婶，绑了个出来出几百。我们夫妻一下都呀他来天不离间，我是弄他真是太不上太刚啊！不，这种那个头面比起啊，太不上刚出不该。好这样大师啊！好兄弟谁谁啥出门来今朝看了欧米郎，非要啥个玩啦玩啦？啥么子？看了欧米郎，看了南面了。哎，你看了欧米郎的呢？哦，你这头面面孔是个好看啊！我那么三个眼睛小的是个一点点。哦，你当时自家小鲜肉，你当时你韩国明星宋哲基呀？大师，不是宋哲基，宋仲基。就说宋仲基。随便宋哲基宋啥，不用我了嘿。
夫妻子，你帮了他来欺负我，真啊知道理，疙瘩头。大婶，我们几时帮你这样？你为文帮你啦？分帮你为文帮你啦？分帮呀，大婶。我问你，我们男啥人？你高先，哎，你是男啥人？好兄弟。兄弟。哎，现在5多兄弟对那个高先砰对啪的，你也哪哈？我你也来了我门前，啪的两去么对个呀？啪啪的。啥你做汉人噻？搞了这个当中，我非要抽的呀，非要抽的呀！你这个不是讲高腔呢？讲高你基于夫妻心，应当来庇护我。你只为他几句，我心中的气得够。难道你怕人家骂你破烂不？破家不喊给，啊？破家不发财给。哎，你啥了这样穷了？我现在已经欺我了呀！哎，你这吹鬼！少，你是疯了恶魔！宝儿，你，嘿！旁在怕等身在起，李起身来，哒，往这流浪去。不做少爷追，哎哟！现在副总搿只球队辣养发中，再不追这个好上来夸赞。而且搿种球队侪是打老虎的，一球队好上来，空浪队不里好比他。杀无体，兵发喽！但是保护体，但是副追者，跟那一副追呀，现在距离拉开着呀。你一打，搿又不上；我一骂，我得为他骂脱你2声。所以单身这个副总，呸！哇喽嗖！毛针上的，哼，恃此凶狂，泼我一个！哥哥啊，老家父儿的实话，你要牢记在心。好兄弟啊，你不要把了心了。都30岁，这个脾气连困子压天啊，谁会忘记他的？你放心好在啊，不是这个啊，不是这个。弟兄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